相片入邊嘅人係世界選美小姐傳奇超模安格涅斯卡。1996年，佢曾經因為一場幸運，成功避過一架即將墜毀嘅航班而被媒體大肆報導。因為佢喺起飛前最後一刻突然取消咗自己嘅行程，而之後嗰班由紐約飛往巴黎嘅航機不幸墜毀喺長島，機上所有乘客全部罹難，無一人幸存，唯一嘅例外就係佢。但命運更詭異嘅係，同年8月，啱啱逃過鬼門關嘅佢，竟然喺自家門口被人刺殺，死嘅時候年僅24歲。更加離奇嘅係，殺害安格涅斯卡嘅兇手出獄之後，竟然喺一本講述謀殺嘅書上留低一段神秘嘅手寫筆記，聲稱成件事只係意外，仲將矛頭指向佢嘅丈夫。安格涅斯卡1972年8月出世喺波蘭一個普通家庭。安格自細樣貌標緻，身形高挑，17歲嗰陣就已經踏入模特兒界，成為波蘭時尚圈一粒冉冉升起嘅新星。1990年秋天，18歲嘅安格以婚紗模特身份參加咗一場波蘭時裝 show。活動完咗之後，佢準備企起身返屋企，突然有個睇落比佢大10幾年嘅中年男粉走埋嚟搭訕，仲主動提出要陪佢行一程，送佢返屋企。年輕嘅安格冇多諗，就咁答應咗對方。安全返到屋企後，佢亦冇將呢件事放喺心。但對於嗰個男粉絲嚟講就完全唔同。佢叫做傑茲，31歲波蘭人，而佢接近安格，其實早已經預謀好。自從第一次見到安格着住婚紗做模特，佢整個人嘅人生目標就變成想要獨佔呢位靚到發光嘅女孩，同佢搭訕，送佢返屋企，記低佢住邊，全部都係佢變態計劃嘅第一步。自從第一次送安格返屋企之後，佢就牢牢記住咗佢嘅地址，之後開始瘋狂寄信俾安格。第一封信入邊寫住一個小矮人同公主嘅故事，根本就係暗示佢自己同安格。再後來嘅信入邊，佢甚至直接向安格求婚。喺一封又一封信轟炸之後，傑茲嘅跟蹤行為升級，佢開始着住紅色外套，裝扮成小矮人，企喺安格門口等，完全代入咗佢自己寫嘅第一封信入邊嘅角色。仲誇張嘅係，佢着住咁嘅衫，一路跟住安格去學校。起初，安格雖然覺得佢好恐怖，但係都只係以前台冷淡回絕，以為對方頂多係瘋狂粉絲，危險性唔大，於是仍然照常返學做模特，努力開拓自己嘅事業，仲同心愛嘅人墮入愛河。撇除被跟蹤呢一件事唔講，安格嘅人生順風順水，生活幸福，模特事業亦急速起飛。1991年7月19日，仍然喺弗羅茨瓦夫科技大學讀緊學士嘅安格，喺索波特森林歌劇院舉行嘅波蘭小姐選美攞到冠軍。更幸運嘅係，佢仲喺呢一次比賽入邊遇上愛情。因緣際會下，佢識咗其中一位大會組織者瓦羅斯瓦夫，兩個人一見如故，好快就擦出火花。同年10月13號，佢代表波蘭去日本東京參加國際小姐選美，一舉奪冠，成為史上第一位贏得國際小姐嘅波蘭女性。嗰陣佢只係19歲，事業愛情雙豐收。短短幾年嘅成績，已經係好多人一生都追唔到嘅高度。呢個靚得出塵嘅女孩，注定永遠喺鎂光燈下閃爍。其後，憑住呢個歷史級榮耀，安格得到波蘭同國際媒體廣泛關注。紐約福特模特公司即刻出手，率先簽咗佢，安排佢去歐美發展。國際超模之路正式為佢打開。安格亦不負眾望，好快成為 Ralph Lauren 同 Calvin Klein 等品牌代言人，喺紐約、巴黎等時尚城市迅速爆紅，成為炙手可熱嘅超模新星。各大時尚雜誌都經常出現佢嘅靚相。1992年，為咗更好嘅發展，安格同戀人一齊搬去紐約，並喺當地註冊結婚。1993年，佢生下女兒 Patricia， 正式踏入人生另一階段。不過安格嘅生活並冇因為有咗小朋友而變得混亂，相反，佢哋三口子生活幸福溫馨，事業上升，生活穩定。安格嘅人生近乎完美。喺咁嘅幸福包圍之下，過去嗰個跟蹤狂帶嚟嘅陰影好似已經慢慢消散。但係命運最愛嘅就係喺最高點時出手。1996年，一場命運嘅意外令嗰個男人再次闖入安格嘅人生，並為佢哋一家帶嚟徹底毀滅性嘅打擊。1996年7月，安格訂好咗飛往巴黎嘅機票，準備參加雅詩蘭黛嘅活動。
但因為工作臨時出現緊急問題，迫使佢喺班機起飛前最後一刻取消咗行程。邊個都估唔到，佢原本要搭乘嘅環球航空88，竟然喺長島附近墜毀，機上所有人全部罹難，無一幸免。安格陰差陽錯避過咗死亡，成為唯一嘅幸存者。可能係呢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嘅經歷，令佢有咗唔同嘅感悟。事故之後，佢決定同丈夫同女兒由紐約返回波蘭老家，希望可以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。同一時間，波蘭各大報章亦大肆報道佢死裏逃生嘅傳奇經歷。佢本來就係當地嘅明星，而呢段經歷更加為佢添上一層幸運光環。但係好景背後潛伏嘅危機亦都悄悄發芽。曾經嗰個滿懷不軌心思嘅跟蹤狂，再一次留意到佢，就係當年狂戀佢跟到變態嘅男人傑茲。多年嚟從事 IT 工作嘅傑茲，其實從來未真正放低過安格。佢一直想盡辦法暗中關注住安格嘅消息。不過安格住喺紐約，同波蘭隔咗大半個地球，即使佢再瘋狂，都做唔到啲乜。所以佢對安格嘅迷戀，亦因距離而慢慢冷卻。但當佢喺報紙上睇到安格從死亡邊緣返嚟嘅報道時，心中所有壓抑嘅慾望瞬間被重新點燃。當安格返到波蘭之後，噩夢再次開始。嗰陣雖然仲未普及手機，但要揾一個人其實唔難，睇電話簿就可以知道家庭住址同電話。傑茲好快經非法途徑查到咗安格嘅新地址同電話號碼。佢仍然幻想有朝一日可以將安格據為己有，甚至天真以為今次一定能夠贏返佢。但此時嘅安格已經有咗自己嘅家庭。當傑茨望住安格一家其樂融融，佢內心反而覺得係安格辜負咗佢，甚至氣到打電話鬧佢：我愛過你，你嘥咗我嘅人生。冇人知道呢種扭曲嘅怨恨喺佢心入邊積聚咗幾耐，但可以肯定，一旦爆發，後果就一定係毀滅性。果然喺連續1個月嘅恐嚇電話之後，仍未得到任何回應，傑茲徹底暴走，竟然持刀直衝去安格屋企門口，要同佢對峙。其實安格啱啱同丈夫同2歲嘅女返到屋企，安格坐喺車入邊，丈夫同女兒喺車外。傑茲對住安格瘋狂怒口，安格嘅丈夫即刻上前想制服佢，點知呢個動作反而完全刺激到傑茲，佢拔刀就向安格丈夫刺落去，傷咗佢嘅腿。趁住眾人仲未反應得切，佢已經完全失去理智，將刀轉向車入邊嘅安格，一刀又一刀，冇任何猶豫咁捅入佢胸口，然後拔腿狂奔離開現場。安格嘅2歲女兒同受傷嘅丈夫親眼見證咗呢場恐怖血案。身受重傷嘅安格最終不治，喺醫院死亡。而傑茲逃離現場後，竟然自己走到警局自首，睇落好似醒悟，但其實根本唔係。喺之後嘅審訊入邊，佢一絲後悔都冇，反而大講歪理，聲稱安格係佢一生摯愛，見到佢一家幸福，覺得自己永遠得唔到佢，所以先會發狂，甚至認為毀滅安格亦係另一種擁有。呢啲狂妄恐怖嘅說話，完全冇半點愧疚。最終傑茲被判入獄15年，2012年獲釋。本以為呢種令人心碎嘅案件已經畫上句號，但係最近竟然有人喺一本記載案件嘅犯罪書籍入邊發現咗新證據。發現呢條線索嘅係一位波蘭本地讀者，佢去到一間公共圖書館，隨手拎起一本叫《兇手之歌》嘅書翻下。呢本書講嘅正正就係安格被刺殺嘅案件，但佢一路睇，竟然發現書入邊出現咗幾段奇怪嘅加密文字。呢啲文字睇落好似係對書內內容嘅批注，但字跡潦草，內容又晦澀難明，佢點樣都睇唔出真正意思。不過佢隱約覺得唔對路，於是影低呢啲內容，發俾本書嘅作者，仲留言講：我覺得呢啲有可能係兇手寫嘅。本書作者叫伊薩，佢出版過唔少犯罪相關書籍，包括《兇手之歌》。當伊薩收到讀者傳嚟嘅照片之後，第一眼就認出呢啲係典型嘅監獄密碼，係犯人之間傳遞信息嘅方式，透過省略元音或子音，令一般人完全睇唔明。伊薩出於好奇，嘗試破譯咗佢能夠理解嘅部分，結果令佢震驚到講唔出聲。寫批注嗰個人對兇手嘅人生經歷咗如指掌，無論係讀書、服兵役、工作，甚至情感記憶，全部清清楚楚，簡直就係兇手本人先會知嘅細節。更詭異嘅係，
批注入邊嘅人似乎一直認為超毛安格係意外死亡，並唔係被捅死，甚至將責任倒灌到安格嘅丈夫身上。其中一段批注寫得陰森又扭曲，唔係咁嘅。被告嘅律師話，受害者嘅丈夫可能涉及謀殺未遂，件事唔係書入邊講嘅嗰個版本。後來有警官比對過當年兇手嘅筆跡，確認書上嘅批注確實係兇手傑斯所寫。其後伊薩喺社交平台公開咗呢件事，並貼出咗兇手喺書上留低嘅字句。入邊傑斯竟然認為安格嘅丈夫係皮條客，仲質問作者嘅敘述版本，聲稱自己刺傷安格只係意外。面對呢啲胡言亂語，伊薩無奈咁講：殺死波蘭小姐安格嘅兇手似乎讀咗我本兇手之歌，佢應該係喺圖書館借咗，或者直接喺館內翻閱。佢話自己當時唔知道刺嘅係安格，直到而家佢都仲認為安格係意外死亡。我真係希望佢唔好揾上我，想說服我接受佢嘅講法。多年以嚟，傑斯一直否認自己殺咗安格，甚至想推卸俾其他人。但係事實係，人證物證俱在，佢就係殺害無辜者嘅變態跟蹤狂。佢嘅認知可以扭曲，但真相永遠唔會因為佢嘅幻想而改變。更令人發毛嘅係，一直有個傳聞，傑斯曾經同獄友講過，佢嘅夢想係將件事徹底收尾，消滅所有人證，包括安格嘅丈夫同佢嘅女兒。面對呢個完全失控嘅傑斯，安格嘅丈夫既無奈又痛苦。佢喺媒體面前形容自己同女兒嘅生活：我哋永遠都無法再正常生活，我後腦都長咗一雙眼，而我個女活得好似根本唔存在咁。佢哋親眼目睹最愛嘅人喺眼前被殺，原本幸福嘅家庭瞬間粉碎。佢哋唔單止要努力掙扎離開陰影，餘生仲要活喺兇手嘅威脅之下，永無寧日。而而家兇手仲厚顏無恥咁狡辯，甚至企圖再害佢哋。2015年，傑斯出獄第3年，再次持刀襲擊一名男子。呢種危險又精神不穩定嘅人，可能根本唔應該被放出嚟。最後佢被判1年，如今又再度自由。目前傑斯喺弗羅茨瓦夫嘅生活基本上冇受任何影響。佢參加馬拉松，喺屋企附近排隊攞救濟食物，生活自在逍遙，毫無負擔。可能人生本來就唔公平，被傷害嘅人要用一世去承受陰影，但係施暴嘅人卻可以心安理得過完餘生。希望大家喺生活入邊都可以多啲警覺，唔好俾心懷不軌嘅人有機可乘。多謝大家追完今期案件，大家可以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。我係 Leo 啊，得閒記得 follow 我個頻道，下次見。